你仲要用緊圖文廣告做品牌推廣。喺呢個短視頻時代，你咁做只會令客戶覺得你 out 晒，信任感根本建立唔到。最諷刺係咩？好多老細到今時今日仲堅持派傳單出圖文推送，完全冇發現啲客早就唔受呢套。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一早講過，媒介本身就係信息。短視頻呢種媒介天然就代表住現代、活躍、有影響力。你用圖文，客戶第一反應就係呢間公司係咪仲停留喺石器時代？但只要你一出短視頻，就算只係講緊行內嘅基本常識，個客都會覺得你專業、靠得住、夠晒 update。好再以為出幾張圖文就贏到信任。根據行內統計，短視頻廣告嘅完播率比圖文高出近50%，用戶每日碌短視頻嘅時間超過2個半鐘，圖文早就俾人邊緣化咗。你仲喺度猶豫轉唔轉型？競爭對手已經用緊短視頻同 AI 虛擬人瘋狂咁植入客戶嘅腦海，你唔變，個客就會變心。仲死守圖文嘅老細係時候行動啦！覺得呢個真相夠震撼嘅 ，like 同 save 等多啲人睇到，follow俾個 like，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